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初7，诗篇17篇15节安尼讲：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三甲来祈祷，为互阮得满足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甲信实的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靠遮悬大，你用真理铺平大地，你用公平安置伫疆场，你予你的名伫全地受高举。你的话显出权柄，你的面的光遍满伫每一个角落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学习你，也要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予阮单单属于你。主啊，伫阮生命的每一时每一刻，我要用真实的心来听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所爱。若是阮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阮的行为正直。阮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阮满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